应该有了，啊，会使啦吼。拢有摕圣诗吼，咱今仔要唱477首吼，477，477，什么话洗我心清？古圣诗啊吼。这首诗吼，咱的第一节的第一个音，咱甲伊加一点吼，变做附点4分音符啊。附点的8分音符哈。附点4分音符，对，就是加一点啊。第二个音就是变半拍吼，所以第一个咱就是甲唱1拍半，第二个音甲唱半拍。原本是讲哆哆哆来咪嗦咪吼，咱甲唱哆哆哆来咪嗦咪吼，安尼较有一个节奏感吼。这首歌是赞美之泉，赞美之泉，咱赞美飞扬。内底一首歌吼，其实这首歌应该是一首老歌啦。伫1826到1826年，这个 Robert Lowry 就写这个曲啊吼。好，安尼时间到，咱就来唱诗歌，咱献开477首，什么话洗我心清？咱来唱4个小节，拢来唱吼。我起一个音吼。什么话洗我心情？预备来。什么话洗我心情？只有主耶稣的宝血。什么话医我心情？只有主耶稣的宝血。顺转悠歌，我心应该学了，我无把米通喝，只有主耶稣的宝血，我的赦罪的福气，只靠主耶稣的宝血，我的天父清罪义。
耶稣的宝血，上帝顺转有道，我心应该学乐，拢无别物通靠，只有主耶稣的宝血，家己所行无功劳，只靠主耶稣的宝血。只靠主耶稣的宝血，上帝顺转有道，我心应该学乐，拢无别物通靠，只有主耶稣的宝血，爱伫心内的安宁，只靠主耶稣的。只靠主耶稣的宝血，上帝顺转有道，我心应该学乐，拢无别物通靠，只有主耶稣的宝血。歌词才有写着讲，什么会当洗我的心清气吼，会当医阮的心情，佫互咱得到赦罪的福气，得到天父称作义，家己所行无功劳，嘛会当得到天父甲咱佫好。咱会当得到心内的安宁，佮得到圣神来成圣，这拢是爱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吼。好，安尼咱来，佮来甲第三节、第四节唱一解好啊吼。家己所行无功劳，只靠主耶稣的宝血，得到天父。主耶稣的宝血，上帝顺转有道，我心应该学乐，拢无别物通靠，只有主耶稣的宝血，爱伫心内的安宁，只靠主耶稣的。心内正圣，只靠主耶稣的宝血，上帝顺转有道，我心应该学乐，拢无别物通靠，只有主耶稣的宝血。好，咱同心拗头来祈祷。至悬至圣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早前伫阮还未出世，伫母亲的腹肚内面，主啊，你就已经知影阮，你就已经捌阮，并且你已经有备阮，决定互阮会当有主耶稣的模样，甲形象。会当群对主的款式，然后佫警调阮、呼调阮，互阮对罪恶当中分别出来，成做圣洁，并且称阮做义是好的，会当甲主你和好，佫叫阮通称做上帝的囝儿，伫上帝遐来得到荣光。愿阮时常踮伫主的内面。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甲圣神的引带，阮会当成做圣洁来
伫主你过来的时阵，阮会当有圣洁的心来调见你。阮安尼将下面阮课程的时间交托伫你的手中，也保守还袂来到阮当中的兄弟姊妹，拢求你看顾。阮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咱真欢喜，咱今仔第6堂课吼，要讲基督徒的正性，咱请张德林牧师。你兄这平安，回声会伤大无？敢爱敲一下？安尼到上尾工吼，要遮济人，恁互我真感动，真正无简单。愿上帝的神，上帝开咱，甲咱每一个兄弟三角地点。今仔日我读一段圣经节啦吼，这段圣经节干一节就好啦吼。使徒行传9章32节，使徒行传9章32节。恁有圣经，家己看；若无听我读就好吼。使徒行传9章32节，直接安尼记讲。我用华语读哈。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各位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8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的，起来收拾你的褥子。”特别32节，请大家注意看哈。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吕大是一个地名啦吼。敢若讲台中啦，彼得到台中去看遐圣徒，圣徒这个词造出来。咱若平时早间较细致看吼，较注意读，咱会发现讲，这个所在无共的版本会有无共的翻译法。譬如讲，头拄我读好啊本翻做圣徒，迄是真清楚吼，变开的人就注意看到。台语的巴克勒的圣经嘛翻做圣徒，翻做圣徒。我小可到遮好小可做一个解说吼。我顶厝吼，我敢若无讲真清楚甲大家讲两个甲巴克勒吼，可能讲了有6年吼，有人搞不清楚吼。我有当时讲巴克勒的圣经，迄是咱的宣教师创办台南新人伊的巴克勒，吼伊有翻译白话字圣经。像咱中间还佫有人咧用，特别咱的老爸老母迄代，足侪人拢用白话字圣经，迄本是巴克勒翻译的，吼。我咧解说时有人讲，这是威廉巴克伊设计写的，吼。威廉巴克是英国一个出名的圣经解说学家，伊用咱叫做巴克勒，不过伊的名叫做威廉，吼。咱的宣教师，迄是伊的名叫做 Thomas， 多马吼。两个人无共，咱是讲共姓，无共名啦吼。我拢叫因巴克勒，向阳我想有的人会无清楚，所以我伫这个所在我小可做一个说明吼。我若讲巴克勒圣经，就是咱的宣教师。我若讲威廉巴克勒，迄就是圣经注解，英国一个圣经注解的专家吼。咱倒转来，头拄我讲好啊本吼，写讲彼得伫正信徒迄中间伫咧奔波的时，伊有去鲁台迄个所在圣徒遐，圣经翻做圣徒。咱的台语巴克勒白话字圣经吼，嘛翻做圣徒。吼，我明明有早来，头拄甲变开佫无看，就是阮翻的即本现代台语译本，阮无翻做圣徒。阮翻做信徒，
就是讲现代台语的本翻做信徒，无翻做圣徒。啊，和合本也是别迄个圣经，拢翻做圣徒。哦，好啊，安尼问题来啊，恁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吼，啊，到底这字吼，翻做圣徒较好啊，翻做信徒较好？我毋是骑墙派啦吼，我看我两字拢好啦。原文迄字就是圣的意思，就是圣徒无毋对。啊，但是伊内面咧指的意思，毋是讲这个信徒，逐个人拢足神圣的，毋是个意思。逐个人拢是教会一般的信徒尔定。所以会使讲，今日来参加的人是伫笃行教会的圣徒，领受分别出来敬拜上帝的人，这是笃行教会的圣徒，每一个人拢是，嘛是笃行教会的信徒，拢无毋对。吼，安尼我就当进行今仔日的说明啦。吼，进行今日说明，这正常的事吼，就是到底迄个原文要安怎翻的问题。有一寡教派认为迄个圣爱翻做伦理学的意思，啊，有一寡教派，特别是信义宗，啊，特别长老会，讲这伫保罗的意思伫足清楚，迄个圣是分别出来，是拯救的意思啊。恁伫正人中间受警调出来侍奉上帝的人，安尼尔，吼，你我的行为嘛差不多，甲外口无信仰所有人，实在讲起来，可能有较好即事，但是嘛无到迄圣的程度啦，吼。保罗大概是这个意思啦。啊，咱倒转来吼，咱倒转来到遮吼，讲圣之字吼，我。顶个伫遮有小可有讲吼，上早用法是分别的意思，就是伫足济物件中间受分别出来侍奉上帝，迄样物件就真最圣。譬如讲，主日是圣日，毋是主日伊道德是真好。是所有的日中间，一天拣出来特别侍奉上帝，所以主日、礼拜日是圣日，传道者是神圣的宗教，神圣的一个职业，毋是讲这个传道者这职业本身会去做神圣的代志，是你伫所有的工作中间受分别出来侍奉上帝。分别出来敬拜上帝，比如讲圣坛，迄个伫十字架下面迄圣坛，咱普通拢下咧下做圣餐道用。啊，迄个咱讲圣餐道啊，圣道啊，毋是讲迄个道啊会道德善会做好事，毋是这个意思，是伊伫所有的道啊中间分别出来，特别侍奉上帝，是这个意思。比如讲。圣灵，特别恁若看但以理第7章18节，我有空出来吼，我无写，恁会使甲补。但以理7章18节，旧约咧称以色列人称因做至关者的圣灵，毋是讲以色列人无一个，逐个人拢无犯错，毋是这个意思。以色列人敢有犯错？一堆哦！你看要出埃及的时阵，看犯偌济错，搁去拜金牛啊！你看犯偌济错啊！哦，毋过伊特别强调，伊是圣名，迄个意思是啥物？伫所有的族群中间，这个族群受竞选出来侍奉上帝，这群人就是神圣的。啊，这是圣的是上原始的用法，就分别做成的意思。到新约的时，迄个这个族群的竞选，咱有对以色列人刷到基督教会，也就是讲彼得前书2章9节，我想足侪人会晓背即句吼。毋负恁嘞，恁是受竞选的种族，王家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恁即群人受分别出来，圣洁的国度，这个圣洁毋是咧指道德伦理的意思，
是领袖分别出来，上帝子民，要互恁通宣扬上帝伟大的作为。咱称做圣，是受警调出来敬拜上帝，来侍奉上帝，安尼就是圣的原来意思。所以我有一个我足爱读伊的册，叫做 M. Hunter，H-U-N-T-E-R 哈。M. Hunter 哦，伊伫这个意思中间哦，伊写过一篇文章，篇文章哦足早就读，我头还未读新人语，我就读，读了我感觉意思足好诶吼，到记到即阵哦，伊迄个题目做每一个基督徒拢是圣徒。你敢问讲，基督徒敢袂犯错？伊讲无，我无讲基督徒袂犯错，我无讲迄个代志。是啊，你讲做每一个基督徒拢是圣徒，每一个基督徒拢是受经调出来侍奉上帝、敬拜上帝的人。所以有一天上帝就调我转去，我的牧师呢，我的囝会使写讲基督圣徒张德仁告别式场，会使写基督圣徒啊？会。安尼讲，毋是讲我每一个卡者，每一个所在，伫少年、伫中年、伫老人，每一个想法，拢总毋捌犯过错，毋是这个意思。是我感觉我一生是受分别出来侍奉上帝的人，我真爱这个名，基督圣徒，我是分别出来的人，要敬拜上帝的人。毋过咱会使讲东方人啦吼，东方人伫东方即摆听到即个圣徒即个名吼，有当时咱会小可 confuse 吼。基督徒是圣徒，到影大家基督徒拢遐好，我都无甲你讲基督徒遐好，我是受分别出来尔。因会一直问，这就是安那？咱受迄个圣人的观，圣徒拢会受迄圣人的观点影响。若讲到圣呢，咱就想到圣人。其实希腊文hagios 迄字。甲好利、甲圣洁，常常是相像的，拢翻做圣徒。即字毋是咧形容一个人伫道德上是完全是无犯，是咧形容一个人伫基督的内面将家己献予上帝，一个受赦免的罪人，当今仔日立伫上帝主人的中间，受掉要照上帝旨意来活，安尼就是圣徒。譬如讲，咱头仔读圣经节，彼得讲去探住伫犹大的圣徒，这就是讲我的意思，是犹大住伫遐一定受分别出来侍奉上帝的人，这是和合本的翻译，这是这个这本和合本哦，这个是香港神学院，中国神学研究院啦，你若毋知影，这险中国神学研究院甲台湾的华神合作一间学校，这故事讲来也长迄阵外省教会来到台湾的时，因都拢无神学院嘛，跟台语教会有神学院，台语教会就台神有南神所以因就咧组织一个外省教会的神学院。我做的时已经老师资无够所以讲是毋是香港迄边已经较有基础中国神学研究做主，台湾这边的华神规个拆掉怎合伫中国神学院迄边中国神学院后来甲华神这边讲袂好势，华神把它独立出来，这是遐另外一个故事啦吼。这个算讲足保守的迄落，伊嘛是反做圣徒毋过到伫咱。看台语圣经，我头仔讲其实这内面咧讲圣徒，就是咧讲信徒尔嘛，毋是讲所有来到独行教会的人，每一个道行拢足好，是无迄个意思为着惊互即款来了解，所以现代台语的本翻做信徒，咱看讲彼得要去犹大的时伊并无期待讲伊会拄到一阵超级的基督徒，行为超级好诶，伊无迄款期待啦。伫犹大基督徒是一阵会众，是上帝子民。今仔日迄个时阵
那假使有天主教安尼讲，封你做圣徒，哦，天主教今日若要封做圣徒，普通拢道行真好啦，哦，啊无就有行神日足特别的啦，吼，啊，今仔日若不，迄个时阵若有即款讲受封做圣徒的代志，吼，照新约圣经来看，大概历代遐个人大概无啥有法度叫圣徒，无法度互我一个人头壳顶拢有一个冠冕，讲大家人拢足神圣的。大概无啥有法度啦，哦。不过不论这个人安怎无好，安怎无教业，假使伊是基督教会肢体，伊就是圣徒。这是我到这个时阵一再强调的啦，吼。新约圣经咧叫做圣徒的人，吼，甲迄个圣法兰西斯吼无啥共款。咱一般会想着圣徒，拢会想着圣法兰西斯迄款的人。圣法兰西斯是甚物款人？知影圣法兰西斯的人举手者？哦，安尼我读一个互恁听。这新的圣诗后壁足侪基督文足好诶，我读互恁听。啊，这就较我中国人咧想的圣徒，足神圣诶。我读互恁听哈。主啊，求你帮助我，正做你和平的器皿，伫有怨恨的所在，互我也仁爱正直。伫有分离的所在，也合一的政治；伫错误所在，也真理的政治；伫有伤害的所在，也赦免的政治；伫有犹豫的所在，也信心的政治；伫有失望的所在，也盼望的政治；伫黑暗的所在，也光明的政治；伫有忧伤的所在，也喜乐的政治。至圣的主啊，但我较毋是追求受安慰。是去安慰人，较毋是追求受了解，是去了解人；较毋是追求受人疼，是去疼别人。哦，这三句实在讲，我一世人爱学习。这我毋知有一天目睭起来时，我会当甲上帝讲我做到。因为对好人，我毋要得到；对赦免人，我毋要得到赦免。伫丧失性命时，我要得到我到永远，真好祈祷文啊！永远是鼓舞咱向前。我头早是咧讲，咱一般所咧讲的这基督徒头拄我咧讲遐圣徒，甲这个法兰西斯阿西斯伊这个圣徒到底有啥物无共？要像这款的圣徒是足少的，这款的基督徒足少。绝大部分咱拢无法度到完全的地步啦，绝大部分啦。咱拢想家己较济啦，想别人较少啦。但三不五时想到别人咱就感觉非常神圣啊咧，这实在是讲，我若读法兰西斯的基督文，我是讲，我这哪做会到安尼？咱继续。新约圣经称圣徒甲头拄我咧讲迄款迄个法兰西斯圣徒有啥无共？为着要讲这个问题咱先对旧约来看来看卖旧约圣经提到上帝选民以色列，其中有一个称呼，就是至关者的圣民。头拄我有读过不过旧约的这个人会当叫做圣民。嘛，毋是因为完美的道德，拢毋是啦，是因为因是上帝所敬调的。因既然受调做圣民，就无论因会当还是袂当活出圣洁的生活，因拢是蒙召的。事实上，咱嘛知影，因真侪时阵拢毋是活伫圣洁的生活中。这咱大概伫出爱去记的时。看济遐犹太人，今仔日犯即款错，无得抱怨，无物件当食，无得抱怨，无水通啉，无得安尼摩西说就无看，就伫遐拜金牛啊！咱道德上敢会比遐人较歹？咱至少无拜金牛安尼，对无？但是耶稣嘛，迄个上帝嘛，称这人叫做圣民，因为因是受分别出来敬拜上帝啦。
这个咱来看实力啦吼。伫咧讲的圣徒中间，用今仔日的标准来看，有真侪其实拢无遐尼神圣啦。咱老实讲，咱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啦，拢无遐尼神圣。保罗伫哥林多前书6章第1节，我经文写了毋对吼。6章第1节下面以下吼，有甲咱讲，因中间有真侪人未悔改以前，行为无好，伫信主了后，嘛无影讲改变偌济。毋过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基督已经为因的罪来死。因知影家己已经互上帝称作义，最后的结局就是甲伊的囝形象一模一样。咱中间信徒中上好的一个，注意我即句话啊！咱信徒中间上好的一个，嘛不过是受称作义的罪人那边啦。咱犹原会犯错啦，咱毋若犯迄款外表的错，咱嘛常常犯迄款内在思考上的错。咱想家己较过头想别人，咱想家己较过头想教会，咱常常会去犯即款的错。最后的结局，但是咱毋通袂记哩，咱中间每一个受洗个别入教会的每一个人，拢是受分别出来侍奉上帝的圣徒。我想我到这个坎站已经差不多将圣徒解释了真清楚啊！圣徒毋是伦理上的完全，圣徒是一群人因受分别出来侍奉上帝，重点伫遮。咱头先吟第几首？我头互恁听，你吟的是拢无注意到477首，什么会使我心清？第3节，家己所行无功劳，所以咱行好，迄拢无功劳啦。只靠主耶稣的保护，得到天父甲我和，只靠主耶稣的保护。上帝甲我和，毋是我所行的，我所行伫即项代志，伫我上帝恩待我即项代志，迄拢无啥物款的功劳。但是伫教会史中间有教派啦进入即个将正性看作是伦理咧看，就是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毋是干受调伫遐敬拜上帝尔，恁的伦理拢爱是真好，这真明显，一个叫做卫理公会，一个叫做圣教会，甚至会当搁加入讲做今仔日的五旬节教派因这就是足爱将正性这两字，毋是一种真有论的看法，甲看作是一种伦理学的看法啦我来举卫理公会啦我看卫理公会完全咱做会到无1743年 ，John Wesley 是英国人，伊本身是圣公会牧师，伊甲圣公会哪行哪远，了解上哪行哪远，结果从甲圣公会分开，分出卫理公会，卫理公会后来走到东方来，就分出圣洁会，圣洁会伫日本有分裂，就有个人将圣洁会迄个成业咧走来台湾，就是圣教会，这确定我再讲咱先来看即讲，伫即个卫理公会中间，因将即个正性看作是伦理的艺术到底因安怎讲咱来看恁若有咧看讲义的人，咱看隔壁也第3纸啦伫遮迄个1743年伦理迄个伦理总规啦伊安尼写啦，深深仰望咱会中的人，就是咱的团体就是卫理公会嘛会当继续证明因对救恩的信务，大声无做损害人的代志，防止各种歹，特别是上普遍会做到的，咱毋通做。譬如讲，滥觞称上帝名，亵渎主日、醉酒、买卖、啉酒，
只有伫极需要的情形下面会使例外，大概是像台湾咧做月来啦，做月来迄种情形会使啉我迄个啉煮酒吼，身体补者啦吼。小拍袂使，冤家袂使，这冤家有哪真歹做教哦，教下来的冤家无？会哦。咱长老会的冤家，为你讲的冤家无？嘛会啦，争论兄弟中间告诉，用恶报恶，用礼骂行礼骂，买抽税的物件，操纵物件的计数来得到悬的利息，无疼心也是无利益的单位。特别是讲中官也是牧师的歹话，袂使讲牧师的歹话哦。毋通讲牧师今日讲道讲了无好哦。我像讲顶了教会会友讲，若无袂批评牧师的讲道，我感觉真奇怪。顶了教会遮尔重视讲道的教会哦，讲无批评着哦，真少人啊，非常少啦。既若做家己知影袂影响上帝的代志，袂当袂当参加用主耶稣的名的娱乐。即譬如啥你知？你去夜市吼，安尼拍迄个鸡龟吼，啪，袂使，迄无奉主耶稣的名，迄娱乐无奉主耶稣的名。我咧想想无几项娱乐是奉主耶稣的名咧，差不多阮王长老伫阮拜宴的时，迄阵还阁有棒球茶精呢，迄款娱乐会使啦。即摆讲棒球茶精，可能真侪人毋知影。迄个娱乐本身是爱有宗教意义伫内面，若无娱乐袂使。若即条吼，差不多足侪人犯着的，足侪人犯着。过来，软弱甲无必要的自我放纵。来，即句吼，我看100%长老教会人拢做袂到。伫地上积聚财宝，这我毋知对约威斯利即阵人哦，头壳底咧想啥，实是拢无。约翰加利文所带出来一阵人。努力打拼勤俭，结果因为即款的性格，拄成做好业的必要条件。所以后来有人写讲迄个神教伦理甲迄个基督教精神，足侪教你本主义者拢变做阿伯，拢变做做好业，毋是讲信长参加长老会的人吼，即款迄个。甲个总长老会的人变好个，毋是啊，因为因伫因的教理中间常常咧强调讲认真打拼，迄个打拼趁钱，然后打拼奉献，这是咱的信念啊！我挣哪济，我献哪济，迄种的观念，甲因即款观念无共，因则讲毋通积聚财宝。无把行孝，也是欠人物件，这拢毋通。这第一项。第二，爱行好，伫各种情形下，爱照能力，去行人民人的代志。然后机会，每一个人爱做有可能做的好事。伫身体方面，就爱互枵的人得到食，互赤身裸体的人得到穿。常常去看遐有病的人。甲伫家里的人，这点我嘛赞成啊，这点伫长老总嘛赞成啊，这咱嘛拢赞成做这个事啊。伫因的灵魂方面，对因所做的爱甲因教导迄个责备，甲宽免。特别是社会中的人，对社会中的人爱行好，彼此眷顾，互相帮衬，凡事因群甲勤俭，互福音无受礼骂。个人爱忍来奔跑头前的路，个人每一天爱克己爱背起十字架，为基督的缘故受礼骂，甘愿做世界的污秽甲
无要紧的物件。虽然受世间人济的诽谤，犹原都爱看作是为着主的缘故。这是第二项。第三项，遵守上帝一切规则，譬如讲共同崇拜上帝，做宣托也是改良真道的职事，领受主的晚餐，家庭性也是私人的祈祷、查经、禁食、甲禁欲。大部分我看咱拢赞成啦，大概除了迄个五乐迄条，甲讲第四章积住财宝迄条，讲甲咱讲袂使吼。迄大概咱先想想无啦，吼。来，这是圣教会是真清楚伫因的教条顶头真清楚，甲这卫理公会的兄弟姊妹安尼讲。咱来看圣教会啦，吼，台湾圣教会嘛因为圣教会都对卫理公会出来嘛，吼，嘛是有照这个教理啦，吼，伊伫基督教台湾圣教会信仰要道第6条，圣贤甲正直，伊安尼讲嘛，吼，咱相信人非圣洁不能见主。不过我这边问啦，吼，人非圣洁不能见主，这是经文，这无毋对。不过，迄个圣洁是上帝互你圣洁，还是你家己努力了圣洁？这无共意思哦。是我家己互我家己圣洁，还是上帝看我无够圣洁，算我最圣洁？这是两项无共的物件。那假使讲，拢爱用人一生所做的吼来看你有圣洁无圣洁，我讲每一个人拢失望啦。什么人是完全的人啦？无人完全啦，吼。过来，圣洁的生活是真实信仰必然的结果。我赞成。既然得救顶头生的人，因为甲耶稣基督交通、圣神的内在，甲对真理的信服，因的品行伫恩典中进，渐渐亲像伊。圣神要充满伫顺从的人的内面。请去因，互因敬畏上帝，得到正实，并使因快乐赢过罪恶，为主来活，结出圣神丰盛的果子。第4点，我较紧来读，互恁掀过来吼。第4章，我读互恁听吼。这圣洁的恩典是借着人的悔改、信从与祷告，而由上帝赐给的。这句我完全同意，我完全同意。这句若是要甲我了解做卫理公会，还是圣公会，讲是人的努力才会当达到，安我无同意。人的努力绝对到尾，我感觉讲，我毋知影咱几个人通举手，到有一天我会当达到完全的地步，无可能啦，吼。我来读一个所在啦，吼。恁掀过来吼，来看，这圣洁的恩典是借着人的悔改、信从与祷告，而由上帝赐给的。下一页的最下面说，最下面我有甲列出几个经文吼，这几个经文是影响我足大经文吼。这嘛对张罗宗来讲，对罗德会来讲，拢足要紧的经文吼。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注意下句，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腓立比3章12节，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保罗都安尼讲，写圣经的人都安尼讲。我今日是到这款地步，我唔敢讲我已经完全，我唔敢讲。我敢会当讲，我逐日努力咧追求安尼尔。各位卡古弟兄们，我不是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来得的奖赏。咱个让一段落啦，我们既因信称义，
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上帝和好，这是过去的过去式了。我这里既因信的既的一个把过去式翻出来了嘛，哦，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上帝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现在是吧？咱这么经验到恩典嘛，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未来是嘛？定乐中也好，信义中也好，拢用这句做为根据。我的过去伫恩典中，我的现在伫恩典中，我的未来嘛伫恩典中。我的行为，我努力尽力做到，我尽我的规律。剩的我唔知影。愿上帝帮助我。我无感觉我是完全。我干努力用头前所查的表来走。这就是我有当时少年团契3不5时啊，阮来受这个卫理公会影响。我听了这款的教师的时，我有人头大咧，我奇怪。我伫从细汉注意到教师，都毋捌听过讲教咱个完全的我才有一个完全的教育，我头互大家听啦咱抽倒转来是嘞，我今日煞自由在咧走啊那个上页卫理宗主义另一个特点是确信基督徒的完全家了卫理宗主义的另一特点是确信基督徒的完全能在此世实现。恁感觉敢有可能？恁家己的基督徒生活感觉有可能？外表做的，你主观上感觉有关系？客观社会对你敢有关系？动机，你迄个人无看着动机，你敢有关系？伊讲伊做会到。我讲这阵来要给根据对我唔知影能在此事实现如果你反问，基督徒可能达到这个完全没有罪过的地步吗？卫斯理宗的人会回答，这里所说的完全，不是达到绝无罪过的地步，而是单指某种成圣的阶段。伊是到某一个阶段啦，用这个阶段什么阶段？用事实上没有发生任何意识上违反神诫命的事，就是讲我会当达到什么地步？就是我未想主动想讲违背上帝命令这样代志那都安尼，就是对伊来讲就已经完全啦。但是咱无想到违背上帝的旨意，但是咱就无意中会违背着上帝的旨意，伊种无算啦。安尼，伊认为那算完全，安尼那算完全。这个玩文字游戏啊，这个，所以咱来看，我举几个例啦，这拢实在的，我先来举迄个卫理公的，再来举圣教会啦。伫1830年啦，北部美国各州的美以美会，这是卫理公会前身啦，反对奴隶制度。但是伫南边各州的美以美会倾向迄个黑奴，是上帝稳准的社会自然制度的一部分。我想要问啦是美北的卫理公会较完全，还是美南的卫理公会较完全？总有一个毋对嘛，你袂当甲我讲两个拢对啊。我要举一个例啦美国卫理公会2次世界大战战后啦支持台湾的蒋政权，咱拢知影戒严啦白色恐怖嘛服从美国的外交政策就用这做因的目标。伫这个过程中间有一个人叫做唐培里，咱知影唐培里的人也手的。伫这过程中间唐培里非常痛苦，因为伊伫台湾所听到、所看到的，毋是安尼。老蒋的毋是伫美国所宣传的遐尼好，
啊，毋然呢，台湾足济言论的无自由，啊，互一寡人啊受足大痛苦。啊，譬如讲彭明敏，咱的教会会友彭明敏，啊，结果这个美国卫理公会的宣教师，怎加入设计彭明敏安怎逃走的计划？彭明敏安怎走？我一直拢毋知影，到即几年我才清楚讲彭明敏到尾是安怎走。结果尾啊，设计互彭明敏走的，一堆拢是基督徒。啊，特别是这卫理公会基督徒。啊，彭明敏走了后，但是别空嘛，顶头就要找伊算账啊，要算账了，咱就马上讲24点钟来甲我出境。阿某包好啊，款就转去啊，转去后，搁较衰，美国卫理公会禁伊14年不准出美国，无要派伊去国外做宣教师。我要问讲，是美国的卫理公会较完全，还是唐培里较完全？我拢感觉这拢是问题，拢爱探讨的，我来讲新教会啊，新教会美国卫理公会宣扬开去日本就成立日本的圣洁会啦，日本的圣洁会有一个监督啦，咱个主教就对啦，叫做中田重治啊，中田重治。这个人足我报道，捌来台湾过，我真够引带人，口才足好。伫日本时代用日文安尼台湾头甲台湾尾喺度报道。迄阵因都要无礼拜堂，拢嘛照咱礼拜堂咧报道啊。照双林教会啦，我资料我一并了，拢死哦。迄阵也毋知影，就讲有人来报道就互因用啊。结果安尼带咱一堆羊啊，带咧行但不管中田重治毋知影咧对一条神经出问题。有一天安尼困的起来因拢讲伊读圣经有特别的看见，什么看见？咱即摆咧读犹太人是跟村南边的这两个支派呢，北部支派已经真少啊，头灭亡去到北外围的所在，混合伫人的血统中间，10个支派拢消失去。伊安尼困的起来讲迄10个支派走去对，我知，走去对。日本，中田宗主讲走去日本啊，伊在咧读圣经啊，耶稣讲到有言讲到最后的末日的时阵犹太全民族拢要规个拢要恢复上帝恩光安尼，所以伊讲安尼，咱即摆上要紧毋是传道，毋是，上要紧是祈祷耶稣紧再临咱这日本人是原来10支派的人，拢总要受提到天顶。哇！这个理论一讲出来迄个圣洁会怎水？日本圣洁会拆到2边啦，一边做车田车田车田，我无咧照你这款讲法，我无爱听你这款讲法。有人就是始终照迄个中田重治，车田因为无照伊的讲法，所以伊圣洁会掠一支牌出来，迄个圣甲摕出来，变做台湾圣教会。像即款代志咱即要问讲，是中田重治对，还是车田教授对？因这个教派。今仔日台湾的圣教会就是分离的结果啊！因嘛是足爱安尼强调对迄个强调完全啦、圣洁啦等等这个代志。搁一个啦我是感觉教会的比例长老会的教会比例已经是足规范有够济啊！比如讲去马街做董事，会当做2任，袂使做第3任，去大学，迄大学会当做2任，袂当做第3任，
啊，为了这有个人无欢喜的呢，哦，我实在毋知有啥物无欢喜的。你去是侍奉，啊，人都要互你侍奉2届，啊，你著侍奉2届就好，啊，著啊，所以毋知顶几年发生即款代志，哦，马届到第2任了是讲有人著去招一寡其他的人讲来，咱拢写家己，哦，啊，怎因佫继续要做董事，啊，那安尼著规个马届病几个拢互伊摕去啊，哦，伊著写到伊死时写因囝安就好啊，啊，中英大学嘛是安尼啊。哦，啊，咱为了这吼，咱实在是安尼头壳疼，啊，讲上计会当做2任，咱这是想到好去了。因为咱足了解人性的迄个缺点，坐落吼，哇，啊，著行到路安尼啊，3到6星啊，信教会发生即款代志，强调完全的教会发生即款代志，什么代志？信教会台湾要开始的时，因就开始想讲，甲长老教会牧师的退休计划相像啦。咱牧师教会拢爱计甲出1个月、2个月，吼啊退休的时会当互伊领去做退休金的，吼类似迄款的。啊，因安怎说起我毋知影，就是甲因退休金有关的啦。啊，请一个大家感觉上有疼心的，上清气。手上清气的，啊，佮做执事，因上班就执事尔嘛，吼，佮做执事，啊，家己经营地行，迄地行经营够大，会出问题无？照出问题，钱赶咧做出国，到即阵，信教会也为着即个代志，咧食迄个苦楚。牧师的退休金互赶咧走，啊，毋知啥物人完全，我毋知，我毋是讲因较无完全，咱嘛相像啊，要鼓笑屁无尾啊，哦，人就是人啊，人永远你爱想讲，有可能无细日伊会跋倒。啊，咱著爱想办法，甲鼓舞，互伊徛起来。啊，伊若阁毋徛起来，交上帝啊，咱无法度啊。哦，啊，这就是咱即届处理马界问题，处理中央的问题，咱基本态度就是安尼啊。咱一再搁报纸顶头讲，阮限时到啥物时阵，啊，你若啊做啥物款的代志，阮著无要搁继续。吼，提去法院还是啥物啊？伊毋听，啊，咱台中嘛有啊，嘛有迄啊，毋是咱教会就影啦。啊，我嘛有一工伫学校拄到伊，足讲我的年纪比你较小，是你的小弟，啊，毋过互我苦劝一句啊，伊嘛毋听。啊，我都毋知影人吼是安怎若到伫某一个程度，是安怎落着权吼。迄权利是遐尼甜的滋味呢，我拢毋知影。大概我即世人毋捌做过大官的款。好啦，咱倒转来吼。哦，要休困者好。要5分钟。我讲到家己欢喜起来了。
好。另外这平安，咱煞接啦吼。后壁我来讲几位伫长老教会历史中间特别早期史吼，因听着福音了生命得到改变吼，因即款的故事吼，咱较袂重点袂去下倒因安尼变甲偌好拄偌好，咱差不多重点是伫生命的改变吼。这大概就是长老宗的传统啦吼。我来记早期教会三个人，第一个是黄清和啦吼。黄清和是这1829出世，这足早有够早吼。伊是台湾早期的传道者吼。伊原自本是教徒爱跋筊，甚至做土匪啦吼。毋过伊悔改了后吼。这早期的这改变者吼，拢有一个特色，拢足够个人报道的。这点是咱即摆爱学习的吼。黄清和是家己的大客厝的人吼。细汉是老母管教，教袂行啦。自教毋就是拢爱出去佚佗啦，出去安尼为非这个三罪安尼啦吼。伊有送做对的某。嘛生2个查某囝，毋过甲老母袂合，甲某嘛袂合，怎离家出走？离家出走的时候，大查某囝8岁，细汉查某囝4岁。流浪到凤山，到今仔日的离港，阿里港吼，到离港。伊平常时是共担物件吼，共担物件做伊的头路。若有钱，就开始跋筊。所以这跋筊实在是有够毋好的，毋好。迄调到即款毛病迄真正无改差不多用要无救啦到后来煞变到强盗啦，才抢要甲硬抢安尼一摆骹手重伤，照人讲是咧共抢的中间人嘛反抗，反抗人手里拄有迄个刀啥拢甲扑一个骹重伤。重伤伫伊迄个年代，咱通知影嘛？要找迄个跌打损伤一个四角形，一个乌的，扑甲骹规个拢流血流血，找迄款人哪有人讲有一个西医啦，有一个外国医生啦，番仔医生啦，伫伫基后，咱已经离开台南啦。咱起头是伫台南，伫台南的时候，台南人迄阵。正开始无法度接受西医，就乌白讲啦，讲做咱去乌人的红的目睭啦，做目睭药啦，乌人开人的心肝啦，做肝药乌白讲，结果无法度3礼拜尔人就将马雅国医生赶走，马雅国医生走去基后，走去啥走基后你讲呢？基后遐港口有英国兵通过，有英国兵通过。走去基后就伫遐渐渐有一寡患者来，特别外科啦，无啥法度处理嘛，像即个什么人拄我咧讲即个黄清和就叫医治，甲天甲处理，尾规个拢医好，医好了后，伊伫遐嘛得到道理。普通我甲看早期的真济得到道理的人，拢伫遐得到身体医好，搁伫遐吟养心信息啦，就咱即摆吟信息受伤伫遐怎得到道理？迄个生命嘛，因为安尼改变啦所以安尼伊怎后来伊怎走去李港所以第一间台湾的头一间起起来礼拜堂是基后，第2间是鼻头凤山。第3间是李港，怎去李港就世界做见证。我头有讲这早期悔改的人
足有迄款个人担当的开力。即点我感觉长老教会真正是退步，实在是退步。咱迄早期迄我看因遮，逐个人都有够厉害，带人信主吼，大家真够。啊，伫迄个时阵，咱知影讲吼，足济吼乌白乱传啦吼，像我迄偷摕红鞋啊啦，什物偷摕人的器官啦吼，偷来迄落，啊伊拢安尼不管拄着人就传道理安尼吼，啊所以迄阵的教士会吼，简单讲吼，台湾教会甲遮宣教师吼诶关系吼，上起头是教士会，教士会就是讲啊，遮宣教师来因组成一个会啦，啊因这个教士会是特别咧管理台湾遮个教会，哦，啊一直到战后的时阵哦，咱台湾叫长老教会徛起来，啊咱甲遮外国的宣教师就变平等对话的关系，哦，这情形是较无共。啊，这教士会就派伊去桥仔头、小琉球、鼻头、老厝庄、平湖、牛潭湾、盐城、加东仔就犀利啦吼。大社吼来较大社咧，到原仔来13甲吼，啊伊佫有淡薄医学知识，啊去遐报道啦，去遐讲道吼，大家拢真欢迎。啊后来伊一个查某囝乌条基啊，嫁乌条基，啊一个查某囝叫高德兴，高德兴就是高准明牧师的顶一个人，吼。啊，伊过身的是70岁。啊，我即摆要讲这早期的迄个，就是咧讲，咱差不多就像这吼，咱较少咧讲哦，啊了伊就安尼什物偌迄个行为都偌完全哦，咱较无咧讲个哦，因为咱感觉讲咧乒乓个人吼，无对人无帮衬啦，啊个人也无可能完全啦。你今仔日教要好势好势，明仔载要跋倒上，咱拢毋知啦，吼。啊，这大概我读到的记录是安尼。啊，这我读这个记录是要创啥？就是讲，什么叫做基督教伦理吼？基督教伦理，伫我看，毋是追求完全，是努力打拼啦，努力打拼，孝敬上帝甲我设定的目标啦。啊，我走偌济算偌济。啊，这是我做一个基督徒。啊，黄清和做一个初代基督徒，伊拍拼，你也看，伊遐读我读过，早期也无受过神学训练呢，啊，无过差不多10通经教会呢，啊，这是真无简单，吼，啊，这我特别讲，神说就这机会来讲，生命是因为上帝恩典介入咱的生命内面，互咱会当甲上帝和好，一个甲上帝和好的人，会当不断来跑走天路，对基督徒来讲。这条路是稳定的路，一直完全无停止的路，哦，是一直到咱休困，等于到天里的作业的路，吼，啊，中间无完全的时阵啦，吼。过来，我搁讲一个故事咯，吼，啊，这个是叫做吴文水啦，吼。吴文水啊，捌听过吴文水的人举手者，哦，这我足爱讲，这人吼。有够读起来真感动的人啦吼。吴文水吼，伊1806到1879啦吼，啊伊对头一任的宣教师马雅各来台湾。马雅各来台湾吼，我看伊的资料是伫厦门带年外，为着要学语言。啊要来时，咱的教会嘛准备甲真好势。就是讲，去的时礼拜堂爱有人管，啥物人来管？吴文水就是管礼拜堂的。啊，传道要上来迄落，拣一个少年的来做传道。啊，你共看病cấp药啊，需要一个cấp药啊，哦，啊，就佫派一个药剂师，闽南派几个来呢？毋是跟马雅各一个来呢，吼。所以后个礼拜堂的，后迄个大包药啊，吼，有迄个传道理的，这个人中间，到后来伫马雅各的会上中间，上少年一个人，就是吴文水。
我可能再讲互大家听啦吼。伊来是要担任罗卜，个礼拜长，总是真紧。宣教团真紧就发现，吴文水是袂当欠缺的助手，特别伊个人报道有足好成绩。我看资料无写讲伊带几个人来教会，毋过讲伊报道有真好成绩。我举一个例啦吼，1868年啦吼。咱1865年6月的时阵来到台湾，来自台南开始，到1868年咱退去到以后，嘛传到今仔日的凤山鼻头1868年发生足大的教案这个教案安怎讲？就是讲凤山迄搭的人犹原足袂当接受教会。去碰到这项代志，碰到什么代志？郭俊明牧师的爸爸做高长，高长拄啊信主啦，高长拄啊信主，一摆伊伫路中咧行，我看到一个查某人，是人的太太啦查某人，伫遐讲。无啦，我要来礼拜堂啦！伊指礼拜堂，迄礼拜堂是天主教堂啦，长老会的礼拜堂是较远迄所在啦。伊指迄天主教堂，伫厝里可能受侮辱，是安怎？伊无爱带出来。我要来迄间礼拜堂，人遐信徒对阮足好。咱的人着喊啊呢！哎哟！你可能毋是咧怪咱的查甫人，讲咧怪咱的查某人咧。即款话讲咧，拢袂解说伊诶。对咧，伊讲人讲迄拢是迄间教会内面的人做的，是咱凤山长老教会啦。即个高长伫边仔过讲，毋对啦，人阮已经是长老教会啦。伊咧讲，迄是天主教会啦，安尼袂使咧。甲高长经咧经去甲衙门，衙门就问你啥物人？你安怎啦？高长尾仔讲承认我是罪人，即句嘛毋对啊。口经顶头写讲，伊承认伊犯罪。基督徒讲我是罪人的意思，迄个时阵的人都根本毋知影是啥物意思口经甲写讲，安尼伊讲伊犯罪，伫迄个情境中间伊有犯罪。怎一群人敢若起笑入去咱的凤山礼拜堂，物件着讲啦啥单主路做团队的走啦，什么当然爱走啦。上晚走的就是吴文水。伊顾甲看讲爱走，无搁走会向讲，伊才走。拄过真济教难，后来甘威林牧师要离开台湾，甘牧师要离开台湾，已经日本时代啦毋是，这个讲了毋对，伊要转去漳州。怎将伊的圣经互甘威林牧师？伊的圣经我读互恁听伊伫伊的圣经的头前写2句圣经。头一句是哥林多后书第1章8节到11节。兄弟姊妹，我爱恁知，阮伫亚细亚省所拄着的患难，阮所担的重担非常重，重甲担袂起，至到强要活袂落去。阮家己感觉有受判死刑，安尼是要互阮无搁倚靠家己，只有倚靠互死人搁活的上帝。伊有救阮脱离死亡的危险，嘛会继续救阮。阮毋望伊将来会搁救阮。恁嘛着用祈祷帮助阮，
安尼就有真侪人会因为阮对恁真侪的祈祷得到祝福来感谢上帝。第二句是用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伊应我讲：我的恩典有够通满足你的需要，因为你软弱的时，我的气力才会当完全发挥。因为安尼，我特别爱夸口我的软弱，通互基督的气力踮伫我心中。我最后要安尼讲啦吼。甘伟林牧师伫台湾的时，伊心底认为讲有一个会友会当做伊灵性的老爸，迄个会友就是吴文水。这是我看足感动啊！一个宣教师来遮宣教，看到一个会友，本来是要来过礼拜堂的呢，总是看到伊安尼伫困难中间安尼维持落去，个人担当，无论伫什么所在，继续宣扬耶稣基督福音。伊承认这个人是我灵性的老爸，这神煞伫这个时阵安尼，闽南的信徒，早期对咱是帮衬真大啦，吼。过来，我来讲一个人叫做吴雕啦，吼。吴雕是吴家的老爸啦，吼。吴家可能较侪人知啦，吴家迄大，迄家族有够大啦，吼。吴雕是主要就是去受到黄清无的影响啊，就看到伊迄过去讲，本来是咧做强盗，当信耶稣，人改变到遐尼大，好，安尼讲，安尼我嘛要来信，伊安尼来信耶稣了后，安尼说互因的厝邻的人吼，袂了解啦，吼，譬如讲，有当要倒去厝，伊原主本是咧。过船再烫的啦，吼！普通迄款头路是拢无互伊薪水啦。你著要转去时，你甲摸我烫，看摸偌济，迄个你摕遐烫转去，准绳。信耶稣了后，伊就感觉讲做即款安尼顶著先饕餮吼，我无爱做迄款工课，怎该去掠鱼？该去掠鱼吼，有一摆要转去吼，暗时安尼叫人开门，无人开门，厝内人敢拢咧困吼，搁叫。伊听到安尼脚步声，有人来门后壁呢，开一个门，迄个感觉安尼吼。伊当门甲开开，后壁迄个门窗吼扭开吼。伊当去困。第二早起，因太太吼将菜摆倒桌仔顶，互伊食早顿。食了，就将遐春菜吼，规拢倒下角。咱较早春菜安那，要鸡人食嘛，毋是，规拢倒下角。是安怎？伊是讲，阮这个翁甲少的变少的好，伊食的物件可能会传染，毋通食。所以讲早期做基督徒，你看偌辛苦啊！含食物件，人就感觉有毒，可怜。讲做某看到查甫人。无几工，就伫厝内底喙安尼硬念，祈祷啦，安尼也袂使，吼咱想要起笑，安尼讲我着趁钱，吼，这是吴雕的故事。因囝吴干吼，我有写倒下骹，恁家己看啦吼。文献是写17个囝，我安怎甲算到16个？我后来嘛查讲，有个人写16个，不管这16个中间吼。查甫差不多一半，毋孬，查甫超过一半是医生，查某的嘛，计医生嘛，差不多要到一半，生理人嘛几啊个，医生几啊个，白起咧牧师同我讲一句话，讲吼，这是教会成长的办法之一，生16个。教会成长，迄办法，这个办法嘛相当好，吼。
我搁讲一摆啦吼，这个故事拢咧甲咱讲啦，生命因为上帝恩典的介入，咱会当甲上帝和好，甲上帝和好的人会不断奔跑天路。对基督徒来讲，这是一条恩典的路，啊，这个路是永远无停止的。我就讲到这，毋知有啥物问题？可能恁今仔日真少听到为你讲话甲圣教会即款的代志啦，吼。我来读一个所在吼。你替我读一下，哦，这本是中国神学研究院吼，啊本来要甲华神合作伙吼，伊安怎解说真实，加写。嘿。成圣啊，成圣，即被神分别出来做他子民。保罗为哥林多教会拥有各样的恩赐而感谢神。后壁无啊啦，咱头前迄句啦。我读一摆吼，成圣，即被神分别出来做他子民，参考6章11节。哦，这是忠神的解说啊！哦，莫讲我拢经我家己爱的注解吼，忠神的注解嘛是安尼。好，咁有任何问题？到今仔日带第6摆，我要感谢大家才拍拼，这嘛对我一个鼓励。咱有问题无？要问无？还是有啥物看法？啊，是伊头前讲的，拢会使。我说我较早，阮第一届听到陈胜真成伫大学啊，大学的时阵，阮迄个校园团契的辅导叫做陈振宏牧师吼。伊拄仔有讲这个概念啦，所以对我来讲嘛是，亲像你讲的，可能校园团契真正是对卫理公会遐出来的概念，就是讲咱人的一生，咱伫这个此事是可以达到实现这个成圣啊。对，所以今仔你讲，我才感觉讲，哦，是安尼，原来是咱应该是无法度达到迄个完全的地步，对啦。对。所以讲，咱嘛是拍拼努力去行。对。这个头早我咧讲，我其实我头早有讲到校园，我有小可讲到校园啦。我是较期待校园的同工吼，若要做超教牌的工课吼，尽量讲一寡较超教牌的话啦。吼，啊，莫单独的教派的强调摕你讲，比如讲，你若摕真耶稣教会来讲，安尼敢有适合超教派的代志？是毋是你摕长老教会对社会关怀的迄反应了，讲的可能有人也挡袂牢，吼。所以我是讲，若要伫超教派的代志中间要讲即款的事的时，我知影校园安怎讲，我真清楚啊。我甚至嘛要去做过校园的辅导的，哦，啊，我是感觉
大家来真老实啦。我超教派，我就做超教派的事，毋是超教。迄个我即句话出来，毋是超教派，迄间某一寡人强调，你着共讲个清楚。哦，毋通讲我这讲出来是安尼吼，放之四海而皆准，毋是安尼。啊，更何况遮大的教会，包括罗德宗，包括长老教会，拢毋是安尼理解的。这是我对校园同工的期待啦。咱有人要。有人咧打拍子啊！好，安尼我看会使结束了。安尼咱就是感谢牧师啦，咱教会有准备一个感谢状的牧师。哦，多谢。牧师这6个月来，甲咱的成就啊，多谢。都照得像。哦，你的手机不灵不灵的哦。多谢哈。多谢。接下来咱要来颁发结业证书哈。咱对我右手边这边开始。感谢你，感谢你。平安。是咱的好朋友哦。哦。他很棒啊，拜拜。别。谢谢。对。我来教会朋友。安尼吼，欢迎。这敢要收起？哦，好。好，谢谢。